姑姑一个人品茶，好消闲呢。王后午睡了，奴婢趁机松松骨头。这是给公子当的一点心意，望姑姑替我转交。王后身边这几个人，就属你对公子最上心了，那是应当的。姑姑上次提起那黄溪之事，不知王后有何打算？王后跟芈月是亲姐妹，总是能袒护便袒护着。可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差池，大王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是啊，王后顾及姐妹情谊，可这后宫又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大王的恩宠？依靠谁都不如依靠大王稳妥。大王最看重的就是身边的人对他一心一意，忠贞不二。可惜呀，王后曾叮嘱，此事万万不可走漏风声，别人若问起，王后也只能是毫不知情。对呀，那是当然的。我争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想与你相争，只是你不肯信罢了。争不争你都赢了，说这些有何用？姐姐，你会放屁吗？你说什么？放屁！你看我。我放一个。我可以放个连环屁。我是嫡公主，你见了我，应该行大礼。我已向你行礼，你也该向我行礼了。为何？姑姑，你要多吃一点，吃饱了有力气，伤才能好得快。这金米可香了，是八子亲手用精米、肉糜和蛋熬成的。婆婆吃吧，姐儿看着婆婆吃。吃肉肉长肉肉，不吃肉肉精瘦瘦。婆婆看，姐儿身上有很多肉，婆婆自己却是精瘦瘦。好，婆婆再吃一口。继儿也该吃饭了，跟姑姑去吃饭吧。辛苦月儿了。姑姑一直把月儿当亲生骨肉般对待，如今为了继儿受了伤，却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。人的生命都是有定数的，姑姑原打算不用活这么久，不知为什么上天竟不肯收我走。
姑稍微退近，所以在说胡话。儿和继儿都舍不得姑姑，还有蓉儿，还有小冉，姑姑怎么舍得走呢？原先姑姑觉得你们长大了，妻儿又有出息，姑姑可以闭眼了。可眼下突然出了这件事儿，姑姑的心一下。大胆狂徒，慢！唐将军，咎由自取。月儿，姐姐，怎么了？唐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禀公主，两个大逆不道的小贼惊扰贵人们歇息，现末将将其诛灭，望舒公主恕罪。堂妹老伯是唐将军的堂兄，不错。老伯仁义，替芈月打致命一剑，已经不行了。敢问公主，人在何处？在我屋里。这门外不是有侍卫把守啊，怎么还能让外人进来？守门的侍卫均已被害。这院子外面应当还有巡逻的将士和值更的侍从，唐将军可知他们的去向？末将失职，明日一定仔细查处，严惩不贷。佳偶天成，哼，我才不信呢！王后，那魏夫人说的比唱的好听。依奴婢看，她并没有真心为王后打算。当然不是真心的。我加入秦宫10几年，她一直视我为眼中钉，如今还想用我的当儿拿着我。那王后为何不让奴婢撕了她的脸？因为她的话也有几分道理。如若当儿真以楚魏两国元首，那大王不得不顾及当儿的联姻背景。王后真的应下了那魏夫人的婚事？去找太医，让他把那汤药再煎一副给我送过来。王后想吃药啊？我要用心养好我的精神。是。怡儿，你父王来接你的马车已经到了咸阳，明日就要启程回大梁。夫人，那公子荡又篱笆墙外眼巴巴地望着，要的真是可怜。公主是打算见还是不见？好看不好看？一儿，你就这样走了？那公起来吧。妹妹请坐。姐姐还没有用膳吗？哦，这几日天太热，一看到膳食就没胃口。今日连当儿也不好好吃饭。有不，我在跟身边的人生气。跟他们生气有什么用？
宫里头人人都喊热，听永香令说，每日的兵还都不够分呢。再不够分，也不会亏了妹妹的吧？看姐姐说的，我的心思是，得用些别的法子。今日和魁姑他们在园子里采了不少紫苏叶，让人做了开胃降暑的紫苏汤，冰镇了，还加了些桂花蜜，特意给姐姐送来。就是那种草，有紫色的叶子。当年我和姐姐在楚宫里也采摘过，还记得吗？那是个盛夏。在这儿。妹妹真是劳碌命，这些事情得用自己亲自动手。你跟姐姐提，我即刻叫下面的人去做。我也是举手之劳，姐姐和当儿若喜欢，我明日还叫人送来。妹妹盛情难却，我只好坐享其成了。多谢妹妹。我姐妹多年，若提谢字，那便生分了。如今我们都各自有了孩儿，妹妹希望当儿和继儿也能如我当初那般，博士吹嘘，重视吹迟，兄弟和睦。那是当然。魏字是国名。芈月可记得你当初看到的同福节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什么字？我记不清了。芈月啊，这种事情你还是不要纠缠进去的好。为什么？这宫里是是非非，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招来祸患。所以在这宫里久了，有许多事不能说也不能做，装聋作哑才能明哲保身。我明白魏两人的意思，我一向做事恩怨分明，绝不会牵连他人。看来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。姐姐，大王有没有给过你一枚同福节？是，大王曾告诉我说，宫中分较高的嫔妃们都有这样一个通关的同福节。拿来给我看看。姑姑，去拿来。是。妹妹怎么想着符节了？因为这符节就是宫里人和义渠人勾结的证据，有这枚符节，追查那义渠人背后的主使就有眉目了。真的？妹妹快看看，是不是这个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但我被义渠人劫到义渠草原，在义渠人手里，我见过这东西，一模一样。有了证据就好了，你我可以直接去找大王陈情了。是啊。